建築係咪真係可以永恆不朽，帶你走進一個意式古典、優雅同現代精緻交織嘅世界，一齊探索 The Unionville 設計中嘅含糊奢華。歡迎翻嚟 The Unionville。喺上一集，我哋見過呢座地標背後嘅遠見者。今日我哋會深入探討呢座住宅嘅靈魂，佢嘅設計。一場古典優雅同現代奢華交織嘅交響樂，每一件傑作都係由深厚嘅靈感開始。對於 The Unionville 嚟講，嗰份火花源自古典意大利建築嘅永恆語言。想象一下托斯卡納嘅宏偉別墅同埋羅馬藝術嘅精緻細節，呢個唔係一時興起嘅選擇，而係對永恆美感嘅承諾，將和諧同比例嘅古老原則帶入現代。我哋嘅理念係，真正嘅奢華係內在嘅，佢體現咗精湛工藝嘅自信同埋嚴選材料嘅質感之中，由莊嚴嘅外牆到優雅嘅拱門，你見到佢係建築嘅完整性。呢個古典基礎係我哋對永恆嘅承諾，確保 The Unionville 世代流傳，受人敬仰。簡單嚟講，佢就係永恆嘅見證。設計亦都關乎個人嘅體驗，係光影嘅天然石材上嘅舞動，亦係引導視線嘅精準線條。我哋將昔日嘅宏偉轉化為現代避風港，營造出既壯麗又溫馨舒適嘅空間。呢個設計唔單止提供一個住處，仲提升咗你嘅生活品質。呢度係建築願景同優質傳承嘅交匯點。The Unionville 展現咗以史為鑑，開創輝煌未來嘅無限可能。下一集請繼續收睇，我哋會帶大家入去參觀呢啲住宅嘅精緻內飾。請收睇下一集。